台南市长黄伟綽甲乌乌的大纸拆掉，一只古锥的夜市仔正式亮相。拄出道就看哥哥菜市仔做伙跳舞，黄色的身躯亲像夜市仔当中的灯火，象征热烈的气氛。帽仔顶悬的二幺 Y 是出夜市仔的 Y 音，威斯群是代表夜市仔摊贩认真的精神，红仔的设计相当用心。夜市文化是台湾庶民文化的很重要的一环，也是台南市很多市民朋友共同的回忆，以及台南市成为美食天堂的重要注意之一。那可以看到在夜市很多非常丰富的，不管是卖吃的，或者卖衣服，或者卖玩游戏的，都是非常让国内外的游客流连忘返的地方。那这次夜市的代言人夜市鸭将在现在暑期已经开始了。市场处推出夜市吉祥物夜市鸭，将举办一系列行销活动，暑假期间换新夜市鸭推广大赛，希望活化夜市鸭的商机，让夜市鸭再次成为游客观光的第一选择。台南新闻社会采访报道。